又俾呃咗啦，BB 都生咗出嚟啦，到手嘅補貼仲會收返走。呢集就嚟講下中共嘅鼓勵結婚生仔政策，講好嘅生育獎勵或者補貼點解又收返走？你而家收聽嘅係新視覺聽新聞，我係靜怡。呢幾年中國出生人口數字持續下滑，為咗應付人口危機，當局推出好幾項政策嚟鼓勵生育，其中包括生育獎勵或者補貼。最近中國好多地方都暫停發放生育獎勵，甚至要收返之前發放嘅，引起外界關注。有知情人士稱，呢個係因為地方財政緊張，政府無力支付相關款項。11月5號，安徽六安一位網友發帖稱，自己申請嘅二孩補貼被臨時剎停。佢話唔單止冇收到本應發放嘅款項，反而接到當地衛健委嘅電話通知，話全省範圍內嘅二孩補貼都要全部追返嚟，已經發放嘅會從育嬰津貼中扣除，仲未發放嘅直接截止。貼文立即引發網友討論，六安、蚌埠、徐州、淮南呢啲地區嘅網友回應講，佢哋所在嘅地區亦出現咗類似嘅情況。據述呢類補貼嘅金額只有人民幣幾千蚊，係用嚟鼓勵生育嘅。啱啱退休嘅公務員河南鄭州劉女士稱，呢個係地方政府財力緊張，攞唔出錢嚟獎勵生育家庭。佢話而家嘅政府邊度仲有錢呢？連環衛工人嘅工資都欠咗幾個月啦，好多區政府都係借錢出糧，呢啲獎勵只係走個形式，口號嗌到好高，根本就落實唔到。鄭州係咁樣，其他城市都係咁樣。劉女士嘅侄仔喺武漢，佢哋公司嘅一個員工生咗2胎，結果拖咗好幾個月都攞唔到獎勵金。山東臨沂嘅黃女士講，之前自己嘅一個朋友申請咗補貼，結果政府話取消就取消咗啦。打電話去問工作人員，只係話等下等下，冇任何明確嘅回覆。佢感嘆共產黨邊度仲有公信力？廣東嘅幾位網友講，我哋呢度就冇聽過有人攞到二孩獎勵，乜嘢1000乜嘢幾千都係得個講。幾年嚟，中國部分省市陸續開放二孩、三孩政策，仲推出好多鼓勵措施，包括二孩獎勵金、三孩一次性補貼、優先入學、稅收減免等等。除此之外，中共當局仲推出育兒補貼政策，比如喺今年7月，中共國務院推出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，其中規定從本年度1月1號起，對0至3歲嘅細路，每個每年都發放3600蚊育兒津貼，一孩、二孩、三孩都可以申請。清華大學社會學者李佳佢講，地方與國家補貼政策銜接困難，俾地方財政造成壓力。之前一啲地方設立嘅生育補貼標準比國家發表嘅高，而高過國家嘅嗰部分將由地方承擔差額。就係話，如果冇及時調整，就會出現先發後撤或者停發嘅現象。佢講，地方政府官員為咗同中央保持一致，都係先表態，之後再講財政不足，冇辦法兌現。呢個就係中共官場嘅奇特現象，口號在先，落實在後。北京一位匿名嘅人口政策研究者指出，補貼項目一旦暫停或者取消，將削弱政府鼓勵生育嘅政策效力。佢話政府要求鼓勵生育，但財政縮水，冇辦法兌現，家庭對政策嘅信任就會下降。一旦咁樣，就唔單止會削弱政府嘅公信力，仲會容易引發社會不滿。網友指出，隨住中國經濟嘅持續下滑，之後類似嘅情況可能會持續擴大。根據中共當局發表嘅統計數字，今年前3個季度結婚登記嘅數量超過500萬對，同比增加咗40萬5千對。咁增加嘅數字係點樣嚟嘅呢？我哋嚟睇睇詳細報導。四川民政局官員陳女士講，地方政府接到上級下達嘅明確嘅結婚指標，咁就導致各地區多如牛毛嘅獎勵活動。佢話呢幾年結婚登記嘅人數逐年下降，
今年6月，上級下達指令，要求改善結婚登記制度，清除結婚難嘅障礙，提高結婚人數，仲下達指標，要求每個月增加2成嘅結婚人數。陳女士解說，今年4月，當局公布修訂後嘅結婚登記條例，其中包括要求縣級以上地方政府加強綜合性婚姻家庭服務指導工作，以及建立婚姻家庭輔導服務體系，同時明確婚姻登記機關提供婚姻家庭輔導服務。為咗提高結婚率，中國好多地區推出咗結婚獎勵措施，形式包括現金利是、消費券等。比如山西呂梁對女方喺35歲以下嘅初婚夫婦獎勵1500蚊現金，浙江寧波、肇慶、杭州就向新人發放1000蚊結婚消費券等等。啱啱就喺呢半個月，從城市到農村，各地催婚嘅方式無奇不有。喺上海呢啲城市設有夜間結婚登記處，甚至准許新人喺夜店或者婚慶廣場辦理結婚手續。喺農村就有基層幹部喺集市擺檔送雞蛋、水杯、洗潔精等等，動員老年夫婦補辦結婚證。安徽六安嘅姚女士講，村裏頭廣播日日嗌領結婚證送雞蛋，唔少阿爺阿嫲都去排隊，好似趁墟咁。有網友留言，結婚係人生選擇，唔係政策考核項目。有網友指出，上級下指標，地方發獎金，最後苦嘅係被催結婚嘅人。中國人口問題研究中心社會學者劉遠，佢話當局嘅行政式鼓勵喺短期內可能提高登記數字，但唔會改變結婚率下降嘅長期趨勢，更加唔會增加出生人口。值得注意嘅係，雖然唔少民眾對結婚生仔冇興趣，但佢哋會樂意領養細路。四川省民政廳下屬一家福利院嘅黃女士稱，呢幾年福利院有大量嘅細路被領養。佢話好多人唔想結婚就嚟領養細路，嗰啲身體健康嘅細路一嚟到就即刻被領走，甚至因為領養嘅人太多，仲需要排隊。為咗能夠喺第一時間領到細路，有啲領養者仲會嚟做義工。黃女士稱，而家留喺福利院嘅細路基本上係有嚴重殘疾嘅，普通殘疾嘅細路只要手腳健全都會被領走。佢話好多人寧願領養細路都唔願意結婚。聽到呢度，你認為政府應唔應該用獎金鼓勵大家結婚生仔？歡迎留言俾我哋會持續探討。